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处理一开，真侪人要对咧做，安尼看要安怎才好？台北市有一个外商银行的行员，去年伫37天内结婚结4届，离婚离3届，而且新娘拢是同一个人，总共甲公司来请婚假请32天，银行最后敢若核准伊一届结婚会当请8天的婚假。 这个行员真不满，向台北市劳动局来检举，结果劳动局讲，这个劳基法并无规定讲，袂当伫短时间内重复来请婚假，所以甲这个银行罚款2万块。当话这个银行不满咯，提起诉愿。 台北市有一个银行的行员，伫咧去年4月初6头一摆结婚，请10天婚假，想要到4月16就离婚，过两天佮含本来某结第2摆婚，佮请12天婚假，4月2月佮离婚，过两天佮结婚，请13天婚假，5月11佮1摆离婚，过两天第4摆结婚，佮请10天假。 银行刚互伊请1摆假，行员起甲原告，银行互判违反劳基法，互处罚2万块的罚金。 依照民法148条的规定，权利必须基于公共利益以及不要损害于他人的状况下来做行使，显然是已经违反了民法148条的规定。行员敢若违反民法，银行提出诉愿，诉愿委员会调查后决议，北市劳动局无厘清银行的合法性，嘛无调查行员敢有违用权利，所以撤销原处分，要求北市劳动局伫60天内定做处分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很为难。那看起来他的结婚登记、离婚登记，通通 都是合法的，很抱歉，可能看起来就是依照法律规定，你雇主还是得给价。劳动局无奈讲，原则上这个行员无犯法，律师嘛讲，银行无法婚假的薪水互人，实在真歹照民法来解决。